巷仔底就是菜市仔边的巷仔底，啊，颠倒生意较好，先怎？看病惊人做，隐私权嘛吼，所以大家拢讲啊，我帮你去买菜，啊，其实是看病啦。哦，早期吼是安尼吼，因为早期是中药房较济嘛，啊，大家你啊去看病时阵，大家指指点点哦，这个破病吼，这个身体歹，吼，这个查某唔好，吼，这所以早期拢去巷仔底，啊，查甫查某拢会去巷仔底买，啊，颠倒伫菜市仔边，身体是上好的。我顺便请教迄个头家吼，在尾你的边啊有一个迄个药柜啊。伊搭写一个药，啊边个药签，这一个一个，这内面迄是药单是吗？这是其实是我家己做出来的。你家己做的哦？药签柜，甲药签诗，但是我想要把这个文化、这个老记忆，互大家了解，所以阮就做这个体验版的这个药柜甲药签，内底每一条签诗拢是用一个中药材去做代表。用伊的要食啥物镜头，要用伊的气味，用伊的口感，用伊的颜色来做伊的发想。啊，发想了后一个心灵的鸡汤。我是人手试抽看卖，看内面真正敢有药香无？好啊，来，咱来体验一下。好哦。啊，这通常咱这药签内面会有几支啊？阮这体验版是30支啦。23首，23首。哦，我拌3杯，头声明讲这味会使，来我拌3杯啊，23首。23首就是咱的丁香，我拄有讲嘛，就是用这个中药材来做代表。哦，真侪代志只有家己捌，就是伫遐土大开，不如家己点点啊想。甲这就是叫你爱心静落来，甲丁香这药材敢有相牵连？就是顺气，要平心静气，甲丁香同款。你这心命有准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也亲像我即摆看到这个房啊，遮有啥大拿、高背、金灵丝，这恁大拿遐的迄个药签啦。咱请头家来小安简单介绍哦。伊看遮吼，这造心土、红红体、红苍。定心猫，还有定心猫，这是小儿半贴，这是敢互囡仔食的哈？这大人囡仔拢有。哦，拢会当食。啊，囡仔话就是小儿半贴，就是迄下一半尔。可是吼，你也看到这个时阵，你唔知要听药啊，对无？造心头，即马无人遐造，买对生造心头吼。所以，哈摕到这个药方，我拢讲你要家己去装卡吼，看因兜有遐造的，较有即款物件，啊无一般人即马是无遐造的。啊，红摕咧，就看你敢知影啥？唔知。就是鸡卵的膜啊，迄鸡蛋内膜。鸡卵膜。膜。所以中药房嘛无这。所以伊要去对摕去菜市啊。活人去爬鸡卵个遐，去头底迄个膜啊较有。啊，红葱中药房嘛无，拢爱家己种。家己种。红葱毋是一般的葱啊哦。啊是哦。伊毋是一般的葱啊，敢若丁心有尔，丁心就是咱灯心草哇，12条安尼。伊内底敢若看到这个药签了，其实敢会使摕一药啊尔，灯心草，其他拢无安尼啦。哇，安尼抽到这个药签名啦，家己去吹，啊家己吹，真正吹无时阵，叫伊搁再等去拔，看会使换别个签诗无？我拔着这张，哇，一声名啦。这张就拄特别啦，即款哇，鲜虾虾啊8只吼，啊日豆粉3钱，赤肉2两，看了啊中药房嘛无你咧，这中药房你菜市仔买就有啊，啊看你一般就了解，这是咩啊？这是可能欠营养的啦，营养无够，以前的人食了歹，吼啊利用这个药签无啊，去买倒来食，迄新民讲的，新民讲的，毋是我爱食吼，毋是我爱食，啊食了就有营养啦，就是安尼。来哇，我无钱通买，无钱通买，看到这个，哇，这个药方了，加有够济味的对吧？你看到这个药方了，你可能就爱去换药啊。高贵药材，这一般看来敢1分尔，可能6000几块。1分啊，6000几块。你一看哦，安尼可能，我看你应该去考虑看卖，会去换一个药签。啊，这个药方看起来一般就是恁当中风你食，清脑你食嘿啦。所以看到了以后真正有钱就是食这，啊无钱你真正爱去换药方，啊无这有够贵的，有够贵安尼啦。所以我想要请教头家吼，通常会去拔药签的，有人讲是可能伊生活较歹过才去拔药签，敢真正有这款讲法？第一个吼，
生活较歹过嘛有，因为一般药检敢若3-4味嘛，吼，咱看较少味，啊，一般比咱的传统的药啊较少味，啊，就基本上就较俗啊，吼，啊，第二个就是你心理安慰，吼，因为你感觉你的心情吼无好，然后去跋用方去心灵的寄托，吼，叫心灵的来你加持一下，吼，互你感觉心灵讲食这有效，所以心灵的安慰最重要的。啊，身体心情好，你食药就好啊嘛。好，其实你心情改变了，做第物件你也无食药啊，不药而愈就是安尼。